看一看。原来是这样。上师啊，这封信和礼品是雍登嘉措咒师给您的，这3两金子是我拜见上师的供养品。你的咒术有效力了吗？有效力，咒术杀死了35人，现在还要降冰雹的咒术，请师父垂悯。好吧，就这样办。你先到那边那个旧的修行室里修行7天，催降冰雹就没有问题了。谢谢上师。这是催降咒术的口诀，你拿去吧。文喜修咒术修7天后得到了应验，他开始往加安扎行走。咒师护法大海中，我后让哈拉等本尊所有的护法神呐，请帮助我这个可怜的人吧。这些乡邻们无视因果，对我们母子实施超人是超常规的欺辱迫害。如果善恶报应分明，因果真实不虚，本尊确有力量，就请立即释放3层强厚的冰雹，把庄稼地里的庄稼打得一粒不留吧。肉眼看不见一粒粮食。是不是延禧那个混蛋？肯定是他们，是他们，我们就杀了他们。走，带着他饶不了他。哼，杀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。走，快走。哈哈，真的发现他们了。哎，真是他。好，我们去杀了他们。饶不了他。走。文喜，你先去，我是神行成就者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来。师父，我很想见母亲啊，这怎么办啊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些？他们拿着刀剑来杀你，你不怕呀？快跑吧！明天在定日驿站等我，我们2个一起到上师身边去，就这么定了。走吧，快走！啊，好吧。追上来了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快！谁还要对我文喜的母亲和妹妹存心不良，我就释放比上次更厉害的咒术，把这山里所有的人灭9族。我们快走！我们把这地方搅得人绝地荒，不算好汉，
打，杀！他又要放咒术，走，快走，快！他又要放咒术了。快走！叫你们还追我！哎呀，这家伙又要放咒术了，快一点！快跑吧，要命的呀！还敢吗你们？哼！唉，我方正方宝造了大罪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如果不追求正法，下辈子的去向就一定会是地狱啊！再没有其他出路了。现在我务必要修行正法了。上师，你怎么这样悲伤啊？唉，一切有为皆是无常啊！我最好的施主昨晚也已经死了，我对于这轮回世间感到灰心。你已经给予你的敌人有力回击，可是这个杀生之业使我俩造下太多的罪障。上师，您自己不能超度这些众生到解脱的道上去吗？那些有情的本体既是法性，引渡他们到天堂去的道理也有，这种道场法事我也懂得。但是令人担忧的是，这仅仅是停留在认识和文字上的，大限到时，我还是没有什么把握可以挡得住。你年纪轻轻，又有恒心，信念也牢固，应当去求一个能使你我下世获得解脱的正法。那么我准备供养品，在桑荣的拉尔那个地方，有一位精通大圆满并得到成就的宁玛派大师，叫荣登拉加。你到那儿去修法，他会赐予你大圆满法。好的，谢谢。上师你好。你好，我的孩子。上师，我向您行礼了。上师，这是我供养您的礼品。上师，我是从贡唐加安扎来的，是个造了大罪的人，求上师传授给一个即生成佛的大法。这无上妙法圆满，根源是出生殊胜，顶端是获得殊胜，果实是妙用殊胜。白天修，白天成佛；晚上修，晚上成佛。若是上根具缘具福者，不需修行，仅仅耳中听到便可成佛。现在我把此法传授给你，你应当高兴。谢谢。